各位街坊，三文魚真係等於可以生食？錯啦！今日廢佬同你揭穿呢個資本家精心策劃咗40年嘅騙局，話你知呢條魚點樣一步步入咗你個腦入面，變成你以為嘅高級享受。你哋有冇試過喺超市攞一盒三文魚返去包裝背面睇下？你會發現有一行細到好似蚊滋咁嘅字，寫住需煮熟後食用。呢個其實就係商家嘅免死金牌嚟㗎。萬一你食咗出事，人哋將個包裝一指，話係你自己唔睇清楚，嗰陣真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要分清係咪可以生食，首先要識分龜同 salmon。日文古字入面，龜實形係指日本本土天然野生鮭魚，係一隻窮人食嘅魚，因為主要食磷蝦，所以體內極多二尖線蟲，係絕對唔可以生食㗎。而家市面賣嗰種係人工養殖嘅三文魚，三文。挪威政府為咗推銷產量過剩嘅養殖魚，使咗成2500萬港元嚟搞個日本老襯計劃，將三文魚夾硬包裝成刺身之王。連日本人最初都唔 buy 㗎，因為80年代之前日本人根本唔會生食鮭魚，知道佢生食寄生蟲風險太高，所以淨係燒或者煎嚟食。加上鮭魚個名咁啱同日本人一款窮人食嘅魚撞名，所以一直冇人騷佢啊。後嚟經過幾十年鋪天蓋地嘅廣告轟炸，挪威政府為咗救大肥肉，直接將個名改做三文魚，先成功令呢種生食文化植入大家腦入面。可能好多街坊會話：廢佬，我食咗咁多年都冇事，驚乜嘢啫？你咁樣真係當正自己係賭神咁好運。資料提到啊，日本人中意食魚生，其實二尖線蟲病例每年已經超過3萬宗。最誇張係內地蘇州有位張先生，每個禮拜都食三文魚刺身，結果感染日本海獵頭條蟲，醫咗半年先排出咗一條成3米咁長嘅完整蟲體，諗下都覺得毛骨悚然。大自然係冇義務專登幫人類準備一盤冇蟲嘅三文魚刺身㗎。其實市面上好多魚處理過程未必達標，仲有啲係淡水紅樽冒充㗎。點樣一眼識穿邊啲係被服優質貨？點解 GB10136 同 GB2733 係你嘅保命符？我喺會員專享版入面拆解埋點樣避開國產紅樽陷阱。如果你想食得精明，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俾身邊中意食刺身嘅朋友，再訂閱廢佬揮噏會員，我哋一齊避開資本家嘅陷阱。下次再噏過。各位會員，多謝你哋支持廢佬啊！上一篇揭開咗騙局，今集就教大家點樣喺超市同餐廳攞一盒魚，一眼睇穿商家嘅免死金牌。咁係咪所有三文魚都唔生食得？其實有標準嘅。歐盟規定所有用嚟生食嘅魚類必須經過急凍處理去殺死寄生蟲。標準係魚肉核心要喺-20度或以下維持至少24個鐘，又或者-35度以下維持至少15個鐘。而美國嘅 FDA 冷凍標準比歐盟更嚴格，維持時間更長。喺日本，食品上通常會加上生食用同加熱用兩種概念嘅。如果係中國內地渠道包裝分銷嘅三文魚，就要睇背後有冇 GB10136 編號，呢個係最嚴格嘅水產製品標準。唔單止寄生蟲幼蟲唔準有，連菌落總數、大腸菌群都有硬性指標，否則唔可以生食。但如果個標準係 mark 住 GB2733，嗰啲只係當佢係普通雪藏魚咁賣，買返去係要煮熟先食得㗎。出事位嚟啦！就係因為中國市場太大，所以中國商人開始喺青藏高原水庫自己大量養殖呢類由頭到尾都喺淡水入面長大嘅三文魚。其實真名叫紅樽，顏色比入口三文魚更鮮紅橙色。中國依家3成嘅三文魚供應鏈都係俾紅樽攞咗，而2、3線城市仲去到85%。海水魚入面啲寄生蟲入咗，人體基本上生存唔到。但如果係淡水魚嘅話呢，佢嘅寄生蟲就可以喺你個身體嗰度做個安樂窩，所以我哋先會出事。我哋平時自覺好型，食緊高級嘢，所以各位街坊，下次買三文魚嘅時候，唔好淨係睇正面幾靚，一定要了解多啲，返去背面睇清楚嗰串黃金數字，唔好俾商家揾笨喺個肚入面亂養寵物啊！多謝你哋支持，我哋下條會員片再見。各位街坊，你哋係咪平時覺得用茶包好方便好中產呢？你有冇諗過你每日沖嗰杯茶包，竟然係微塑膠加農藥大禮包呢？話說加拿大有間麥基爾大學做咗個實驗啊，班科學家攞個空嘅塑膠茶包放落95度熱水度浸，一照電子顯微鏡，真係嚇到連下巴都跌埋出嚟。一包茶一杯水，竟然釋放出116億個微塑膠顆粒，仲有31億個納米塑膠，即係話你每飲一杯茶，就等於監生吞咗大約150億粒塑膠微粒落肚。你可能會話：廢佬，我飲開高級嘢㗎，我嗰啲係環保可降解嘅玉米纖維或者純紙茶包，實冇嘢啦。師兄你太天真啦！最新發表喺食品化學嘅外國研究，直接踢爆啊！呢啲所謂嘅環保材質根本就係一場世紀綠色騙局。嗰啲望落去晶瑩剔透，好似絲綢咁嘅高級立體絲絨茶包，其實本質上100%係尼龍或者聚酯塑膠。當熱水一沖，高溫直接催化，
塑膠微粒釋放得仲癲啊！最鬼鼠嘅係嗰啲長方形，望落最老實嘅純紙茶包。你諗下，一張紙憑咩喺滾水度浸，成個鐘都唔爛？細細聲話你知，因為業內有個公開嘅秘密，為咗等個邊邊封口，佢哋會混入2成到3成嘅塑膠擋膠水做熱封。更癲嘅係為咗等張紙唔溶，仲會加種叫表氯醇嘅濕強劑。呢隻嘢接觸水之後水解，係世衛認定嘅高風險有害物質嚟㗎。另外又有團隊嚴格跟國標同歐盟標準去驗，發現重金屬同毒素係未驗出嘅，證明常規化學檢測合格。但佢哋驗到茶包入面嘅茶葉11款，有7款驗出10幾種農藥殘留，有幾款甚至驗出20幾種添。雖然話冇超標咋，但加埋簡直係化學大集會。廢佬我自己個人分析啦，得出一個結論：常規檢驗冇呃你，化學指標係合格嘅，但常規檢驗根本唔會同你數水入面有幾多粒微塑膠，呢個係物理傷害。依家2026年最新嘅人體細胞實驗已經證實，呢啲微塑膠細到可以直接穿過你嘅腸道壁，入埋你嘅血液，連人體腸道細胞都會主動將佢哋一啖一啖吞落肚。所以話都係老老實實去揾個有食用標準嘅不鏽鋼濾網，加入散裝茶葉嚟沖啦。雖然要洗麻煩少少，但起碼飲得安心，唔使幫個胃鋪膠地板先。今日就到呢度，覺得廢佬講得有道理嘅，記住幫手俾個 like 同 follow 廢佬廢噏，入會員頻道請我廢佬飲咖啡 ，share 俾你身邊嗰啲日日用茶包嘅屋企人睇下。下集再同大家揮，拜拜。你以為執到寶，其實係毒杯。各位街坊，小心網上見到嗰啲9個9包郵，大大隻字寫住食品級304嘅保溫杯，多數係假嘢。真正304原料每噸成15,000蚊，醫療級316再貴4成，9個9仲包郵。黑心商家肯定用平一半嘅201工業廢料魚目混珠啦。最絕嘅係佢哋會買部雷射機，自己刻304字樣，因為呢個只係代號，根本唔代表過咗官方食安檢驗，簡直係合法騙局。啲師奶姐姐咪話我滴咗檢測藥水冇變紅，實冇假啊！黑心工廠一早破解咗，出廠前做層微米級真空電鍍，幫201着件304超薄外套。你朝早滴嘅水梗冇事，用洗碗擦磨幾次，裡面高猛鋼嘅真面目就露晒出嚟。仲有網傳攞磁鐵去吸，呢個直頭係偽科學，兩者未加工前都吸唔住，用磁鐵現貨根本係搞笑。長期用201會點？佢加咗勁多平價猛。如果只係裝凍滾水都冇咁傷，但如果你攞嚟裝酸嘢，好似酸菜魚、番茄湯或者高溫煲中藥，表面防護膜一穿，重金屬溶晒出嚟。猛中毒最恐怖係慢性損害神經系統，到你無啦啦手震腳震，以為自己有柏金遜，其實就係因為隻9個9神杯。想自保就要聽廢佬講，買嘅時候認住產品包裝上有冇印住國家強制性標準代碼。另外留意呢個代碼，呢個先係食品級304喺中國嘅正式官方大名，有呢啲先受法律監管，冇嘅就當垃圾抌咗佢。買隻好少少嘅鑊或者杯，用足10年，除翻開每日1毫子都唔使，為咗慳幾蚊，最後交10萬8萬醫藥費，點計都唔划算。覺得有用嘅街坊，記得喐下手指，俾個 like 同 follow 廢佬廢入會員頻道，請廢佬飲咖啡。我哋下期再傾，拜拜。各位街坊，今日廢佬想同大家爆個中伏位，就係你日日做但隨時害到全家人中毒嘅雪櫃壞習慣。琴日我去街市買餸，望住班姐姐叔叔斬大嚿叉燒，稱幾斤豬肉，我忽然諗起一樣嘢，你哋買完餸返到屋企最順手嘅動作係咩呢？冇錯，就係成袋嘢原封不動，砰一聲塞入雪櫃保鮮格。你以為你放緊嚿肉入保險箱，其實你係親手幫全家人調緊一劑重金屬化學特飲，勁過蘭香子啊！其實你哋知唔知街市送嗰啲5顏6色膠袋，多數係循環再造嘅垃圾料嚟㗎？前世可能係醫療垃圾或者工業廢料管，今世就化身成你個裝住精選雪花肥油嘅靚袋。啲廠家為咗遮醜，加咗大堆重金屬同劣質染色劑，你成袋放入雪櫃，低溫環境下啲化學毒素慢慢滲入嚿肉度，你以為自己食緊 A5 黃牛，其實你全家都食緊重金屬元素週期表啊！咁豐富嘅礦物質，真係多謝晒。轉數快嘅你可能會話廢佬，好在我醒目，我用透明膠袋嘅。Sorry 啊，一樣中伏。化學堂都教過 similarity law， 相似相容。肉類嘅油脂係好熱情㗎，最中意同透明膠袋入面嘅化學助劑融合埋一齊，放得越耐，啲化學物質就溶得越深。最後你嚿叉燒唔單止有蜜汁味，仲多咗陣塑膠芬芳，直頭係分子料理級數啊！最慘嘅啲蔬菜，有啲人驚佢抽乾水，用膠袋綁到實一實，好似驚佢走佬咁。結果蔬菜入面冇氧氣，呼吸焗到缺氧，成口放乙醇同亞硝酸鹽。2日後你打開啲菜又黃又爛，聞落陣味似宿醉嘅酒精臭味。蔬菜其實喺入面窒息緊，大嗌緊救命，但你仲以為佢只係擺耐咗少少咋？老實講，廢佬，我成日都覺得
大家真係要醒少少，諗下點樣拯救全家健康。記住呢3點啦，好簡單嘅啫。第一，彩色袋一律 out，淨係可以用嚟裝垃圾，唔好再將佢當保鮮袋用啦。第二，蔬菜要透氣，換個食品級保鮮膜或者食品級透明膠袋，用牙籤吉幾個窿俾佢透透，唔好搞到佢好似焗緊桑拿咁。第三，肉類要住豪宅，用 PP 材質嘅保鮮盒裝，安全乾淨又企理，佢舒服你又放心。唔好再貪一時之快啦，放過個膠袋，執好你個雪櫃，你對佢好啲，佢對你全家都好啲，咁先係真正嘅食得安心啊！覺得廢佬講得啱聽嘅，記得俾個 like share，俾班成日亂濕膠袋嘅親友睇，等佢哋都醒覺下，仲要 follow 廢佬揮 up 啊！如果鍾意聽我繼續爆料，訂閱我哋 Facebook 會員入會，請廢佬飲杯咖啡，支持下我呢個新頻道。下次見，拜拜啦街坊！買魚油睇含量就夠，各位街坊你哋太天真啦，伏位多到數唔晒，全部收埋喺堆數字後面嘅。廢佬又返嚟啦！消委會早前驗晒市面上20幾款魚油補充劑，結果係點？全部都有污染物驗出，當中有幾個牌子污染物含量仲超標超到離譜，即係話你以為自己補緊腦護緊心，實質可能每日慢慢餵緊自己食毒啊！係咪好得人驚？先同大家講講點解全世界都話要補充 Omega 3。簡單講 ，Omega 3主要係 DHA 同 EPA， 係一種我哋身體好需要，但自己又整唔出嘅好脂肪。DHA 幫個腦 ，EPA 幫減身體炎症，聽落好似神仙補品。問題係我哋日常食唔夠深海魚，所以好多人先要靠魚油丸補充。但係市面上嘅陷阱多過維港魚毛。第一，含量呃人。消委會發現有啲產品標籤寫到好勁，實際 DHA 含量可以少足7-8成，即係你買盒橙汁倒出嚟係糖水。第二就係我開頭講嘅加料，有產品驗出基因致癌物，例如環氧丙醇同埋多環芳烴，長期食落去，話唔定未補到腦就先傷腎傷神經。點解會咁呢？因為魚油係由魚提煉，而家海洋污染嚴重，大魚食細魚，毒素層層積累。如果品牌來源唔清唔楚，加工過程又馬虎，啲有害物質就跟住埋一齊濃縮咗落粒丸度。仲有魚油嘅形態都好緊要㗎，有啲平價貨用吸收率好低嘅形式，例如依子型，你食咗大部分都係排出體外，純粹幫個廁所補腦啫。所以廢佬覺得，與其盲目跟風食魚油，不如先問自己需唔需要。如果你一個禮拜都食唔到2-3次三文魚、沙甸魚呢類深海魚，補充係合理。但係揀嘅時候真係要睇清睇楚：一、睇有冇國際認證 IFOS 確保純度同安全；二、睇清楚 Omega 3嘅總含量同 DHA、EPA 比例，唔好只係睇粒丸有幾大粒；三、最好揀用細魚，例如鳳尾魚、沙甸魚做原料，污染累積通常少啲。總之補身唔係求其買罐嘢返嚟吞就搞掂嘅，你買斤菜都會睇下有冇爛葉啦，買粒直接食落肚嘅補充劑，點可以唔做多少少功課啊？記住，最貴嘅未必最好，但係最平嘅好大機會最伏。希望大家食得精明，補得安心啦。覺得廢佬講得啱聽嘅就記住 like 爆同 follow 埋我個 channel，廢佬下次再同你廢噏，拜拜。全球最有錢、用緊最尖端科技養生嘅靚中佬 Brian Johnson 早前特登拍咗條片，將麥當勞擺上實驗台，佢驗出嚟嘅結果同我哋呢啲小市民嘅食壞胃感受完全係一樣。等廢佬加多2錢肉緊同大家解話先。首先 Brian Johnson 都頂唔順嘅大薯條，佢踢爆咗個零反式脂肪標籤，根本係玩緊數字魔術。FDA 準你每份少過0.5克就當零，咁同呃細路有咩分別啊？佢話薯條用嗰啲精煉種子油，一經高溫就變質，釋放致癌物，傷心傷肝仲傷腦㗎。食完係咪成日喉嚨乾？個人熱氣呢？就係咁解。跟住到至尊經典巨無霸啦 ，Brian 指出裡面落咗9克添加糖，同食個砂糖冬甩落肚冇分別。佢解釋話呢啲超加工碳水化合物同糖會令你血糖極速飆升，再暴跌，搞到你食完反而更餓，不斷想再食。佢形容呢啲食物組合就係一部死亡機器，咪就係令我哋個肚腩越嚟越似個巨無霸咯。講到嚇人，點少得20件麥樂雞 ？Brian 重點提及裏面嘅鋁鹽，法國研究講明，每日攝取0.1毫克鋁已經同腦退化風險上升有關，但一盒麥樂雞竟然可以含有高達2.8毫克，超標28倍。佢大叫荒謬，廢佬睇到呢度真係想問：我哋究竟食緊雞定係食緊化學周期表啊？仲有杯睇落好無害嘅焦糖咖啡新地 ，Brian 話一杯就有70克糖，等於直接灌你飲糖漿。佢引用瑞典研究指出，飲食中添加糖只要增加5%，全因死亡率就會上升23%。廢佬就覺得香港人生活節奏快 ，M 記方便又就手，但 Brian 嘅實驗同我哋嘅常識都話俾我哋知，佢賣嘅唔止係快餐。仲係一堆高糖、高鹽、高化學添加劑嘅上癮組合，尤其是賣俾細路仔嘅開心樂園餐。認真諗一諗，係咪真係咁開心先？所以話，下次你行過 M 記心思思，記得 Brian Johnson 個樣同佢句 I would do it。你條命仔緊要過一刻口癮嘅。你哋睇完又驚唔驚呢？覺得廢佬啲資訊實用，就記住 like 爆同 follow 埋我。
我哋下集再吹過，拜拜。